2026年屬兔嘅朋友要醒神啊！今年你哋咧係破太歲，意味住咧今年嘅計劃咧好容易會有變數，人際關係好容易會有口舌之爭，感情同事業咧好可能出現呢個暗號。不過咧唔使太擔心，點樣扭轉呢個局面，把握呢個喜慶，關鍵係在於點樣化解同埋變化。好消息係今年有呢個天喜呢一個大吉星助陣。喜慶嘅運勢非常之旺盛，好容易會有結婚啊、添丁啊，同埋呢個談戀愛，又或者各種值得慶賀嘅好消息。嗱，人緣同桃花咧都唔錯，記住咧打開心窗，多啲參與一啲喜慶嘅場合，主動迎接好運。空星嘅影響力咧一啲都唔細噶，好似呢個咸池桃花星咧，佢個能量咧都幾強噶。你要小心處理呢個異性嘅關係，避免陷入呢個複雜嘅糾紛同埋感情呢個騙案。而呢個卷舌星咧，最容易咧令到你捲入呢個是非嘅糾紛。嗱，講嘢咧好容易俾人誤解噶，甚至乎一啲咧無心之失咧都會令到你得罪人嘅。所以今年你要記住，慎言慎行係你最重要嘅護身符。同人合作一定要清清楚楚，避免有呢個誤會發生。總括嚟講咧，記住呢個口訣：迎天喜、接福氣、化咸池、緣分清、防卷舌、是非停、破中求立、喜慶盈盈。想了解更多點樣可以催旺呢個桃花、化解口舌、增強呢個人際關係，記得分享同埋留言。2026運勢，老師會協助大家，記得 WhatsApp 我啦。